上好台湾囡仔的豆腐。大家好，我是妮妮，我是因翁，同齐来听送予台湾囡仔的故事廖王。咱顶一集有用青梅甲下狗来称呼遮无方便的人，咱来回忆咧。因为其实聋哑人士毋是完全袂用讲话，是因为听袂清楚，所以学习讲话较困难，所以袂当用下狗来甲因称呼，安尼叫无礼貌啦。若是讲到盲人，有诶全部看袂到。有诶是低视能，敢来当看到一点仔，所以也袂当用青梅来甲因称呼，安尼嘛无礼貌。安尼我知影啦。咱来讲今仔日的故事吧。你顶下讲江威林牧师甲今仔日的主角就有关系，是啥物关系啊？廖王先生就是受到甘威林牧师的帮助，进入盲人学校读册，嘛因为安尼，伊希望会当有更较侪看袂到的人受到帮助哦。好啦，我来甲你考试，看你顶下有认真听无？迄当时的社会有真侪人拢是后来才变做看袂到的，原因是啥物？因为迄个时阵医疗发展无遮尔好，足侪人看病拢无法度治疗，才会变做看袂到的人。对啦，廖王先生嘛是其中一位。伊细汉的时阵出撇，出啥物？出撇啦，就是长麻疹。迄当时有真侪人看病拢是去问神，伊的阿母嘛是安尼。医疗总讲庙市的香火会当治病，就予庙市的主持甲香火抹伫廖王的目睭顶悬，无拍算伊的目睭就安尼看袂到安尼。你要看卖，廖王伫9岁时阵拄着江威林牧师。Yes。迄时，江威林牧师一直苦劝廖王的爸母，希望伊会当互廖王去盲人学校读册。过一阵仔，伊的爸母才互伊去盲人学校自费院读册。廖王先生把握每一个学习的机会，认真读册，成绩非常好。伫19岁时，佮摕到专业奖学金去日本读册哦。专业奖学金是啥物？全额奖学金啦。就是你读册的费用，拢是学校帮你付的，因为你的成绩太好啦。梁先生去到日本东京的盲哑学校读册，就是即卖的竹坡大学。伫1914年摕到学位，专业是用针灸甲抓铃的方式来治疗患者。针灸甲抓铃阁是针灸和按摩。哦，你是台语智慧王呢 ！Thank you。廖王先生毕业了，对日本返来到台湾，伫伊的母校自费院教册。除了教导学生知识甲技术以外，伊上重视的就是学生的心灵甲精神有健康无。迄个时阵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期，廖王先生发现日本的老师对待台湾的学生较无好。虽然伊去抗议足侪摆，毋过嘛是无效，所以廖王先生就离开盲人学校咯。后来，伊家己成立台南真案院，用伊的专业针灸甲抓铃替人治疗。毋安尼哦，伊阁教导其他看袂到的人，要安怎替人抓铃，有啥物技巧？你敢知影是为虾米？我知影咯，因为伊的患者伤济啊，伊看袂完啦。嘛是有这个可能啦。毋过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伊希望有较侪看袂到的人会当用这个方法来趁钱生活，所以迄当时逐个人拢称呼伊先生。先生是啥物意思啊？先生是日语啊，是对医生甲老师的称呼。因为迄个时阵台湾互日本统治，所以有真侪人拢是讲日语的哦。梁先生为着帮助这看袂到的人，甚至免费甲因教导。有的人生活实在伤艰苦，梁先生佫会摕钱帮助伊的学生哦。廖王先生就有听心的呢，甲江威林牧师同款。对啊，因拢是对台湾的教育有足侪贡献的人哦。我问你一个问题哦，这个人学了这个技术了后，就会当替人治疗吗？代志若有遮简单就好啊。想要替人治疗，就要摕到职业的执照，迄无好考呢。安尼是要安怎？你袂记得廖王先生是足够读册的人吗？伊一定会想办法帮助伊的学生摕到迄张执照啊。毋若安尼哦，廖王先生甲伊的厝奉献出来，
就是管出来，互无厝会当住的盲人有一个会当休困的所在，甚至去到台北一个美国援助台湾的机构，提生活救济品送互遮需要的朋友。为着互社会看到盲人的困难甲需要，梁先生去到各所在拜访伫社会中有分量的人，希望因会当关心，用捐钱也是其他的方式来帮助所有看袂到的人。虽然梁先生伫细汉的时阵就看袂到，不过因为安尼，伊伫甘威林牧师设立的盲人学校，听见耶稣的故事哦。哦，我有听过耶稣的故事哦。伊是为着听世间的人来出世，不管你是啥物款的人，耶稣拢听你。对啊，所以耶稣嘛听廖王。虽然伊拄着即种不幸的代志，不过耶稣会听，互伊勇气，互伊会当坚持落去，无放弃伊的人生。安尼想起来，是耶稣会听，互甘威林牧师愿意对英国到台湾来设立盲人学校，帮助遮的看袂见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廖王先生。刷落来，因为学校的教育改变廖王先生的一生，伊嘛对遐敬拜耶稣的听，得到足侪听快乐甲帮赞。梁先生感觉毋是只有家己得到帮助就好，伊嘛希望搁较侪看袂到的人，透过这个信仰得到帮助甲快乐，会当改变因的人生哦。就是人常在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互人的比家人摕更较有福气，嘛是这个意思吧？你讲了真好，梁先生用足侪方式来带领遮的人，互因认捌基督的信仰。你要看卖有啥物方法？唱歌吗？对，这是其中一项。其他阁有读点字的圣经，单走家去。毋过，互伊上烦恼的是，当时无点字的圣诗，所以因拢爱用背。安尼学会晓一条圣诗的时间就较久、较困难啊。圣诗是基督教的歌吗？歹势，袂记即解说。圣诗就是基督教的诗歌，对以早流传到现在，即马嘛有咧唱哦。原来是安尼。你敢会当唱一首歌互我听啊？我吼，敢若晓讲故事尔啦。故事爱继续讲。拄则有讲到廖王先生上烦恼的代志，就是无点字的圣诗。伊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向盲人学校借拍点字的机器，佮有圆板，用家己的双手慢慢甲圣诗拍出来，互看袂到的人会当顺利来学习圣诗。当时圣诗有300几首呢。真好简单，录一排爱心互伊。搁爱录一排赞互伊啦，因为伊成立台南基督盲人会，伊向教会借场地来聚会，因为来参与的人愈来愈济。本来所在地袂落。嘿，对啊。而且梁先生阁认为应该要有一个会当固定组织礼拜的所在，后来嘛愈来愈济人来帮忙哦。因为廖王的努力甲坚持，才看袂到的朋友渐渐有勇气，愿意行入去人群。透过安尼嘛，渐渐有自信哦。活出家己的人生。对啊，伊的后代为着传承伊的精神，将伊的厝捐出来做礼拜堂，就是聚会的所在。你敢知影是倒一间教会？我知影，是伫台南美术馆二馆边仔巷仔内的永福长老教会。希望大家到台南的时，会当来永福教会看卖，参观廖王纪念馆。来感受伊伫即个土地用心野种的结果。后一集会甲大家分享巴克勒牧师的故事，伊是推动台语罗马字甲台湾现代教育的代表人物哦。会记得订阅甲开启小铃铛，才会当听到趣味的台湾历史故事哦。年年平安，祝你平安。是啥物款的听来之所在？予人伫帮赞影响规世代，对天顶的听进入因心内，这款的听是美妙充满开兰。是啥物款的听来之所在？是天顶的听，咱得到帮赞。生活有稳定自爱。
帮咱影响规世代，对天顶的听进入因心内，这款的听是美妙充满开来，是啥物款的听来自所在？是天顶的听，咱伫咧帮在。